呢兩個夢話俾你聽，佢會點做？你係話你信奉嘅神比埃及嘅神仲要偉大？埃及嘅神只不過係一啲金堆石砌嘅雕像，佢哋係偶像而唔係真神。我嘅上主係真正嘅神，佢係天地萬物嘅創造者同統治者。一個奴隸居然出口狂言，咁樣侮辱我哋埃及人崇拜嘅神明。呢兩個夢令我寢食不安，但係我唔明白夢境嘅意思。你可以解釋俾我聽嘛？第一個夢裏邊嗰7隻肥牛，同第二個夢嗰7支大麥穗，都係預兆埃及會有7年豐收。哦，咁即係話象徵有7年嘅好收成。不過跟住出現嗰7隻病牛，同嗰7支又瘦又黃嘅麥穗，就代表咗7年豐收之後有7年饑荒。你話會有7年饑荒，糧食不足啊？而家全國嘅糧食充足，但係一旦饑荒真係降臨，埃及就會滅亡嘅啦。咩話？佢話我哋國家會滅亡？呢個奴才講嘅嘢係褻瀆神明啊！約瑟啊，你喺度講咩啊？埃及有法老統治，係永遠都唔會滅亡嘅。你點解要靠害我啊？約瑟，約瑟，朕身為埃及法老王，相信你嘅說話。朕愛護平民百姓，我係佢哋嘅領袖，我一定要保護佢哋，我唔會任由我嘅子民受苦嘅。你喺宮外面聽候我嘅決定啊！你接旨。係，大人。法老正話喺宮中等候埃及嘅神指引，但得唔到任何嘅指示。法老於是就決定相信你嘅天主。法老經已頒令委派你做埃及嘅糧食主管，全國糧倉由你管。你由一個希伯來奴隸搖身一變成為全埃及嘅糧食主管，地位同舊時唔同。但係你千祈唔好一朝得志就辜負咗法老佢對你嘅信任。假如你嘅預言係唔靈驗嘅咧，到時你會受到重罰。咁樣就連我都保你唔住㗎啦。從今以後，你做所有嘅嘢都要靠你自己啊！我知啦。